如果在某一天，你突然发现外星人伪装成人类的样子，别有用心的长期潜伏在你我的身边，你是会默默的等待未知危险的降临，还是会在危险爆发前选择主动出击呢？外星人的飞船突然降临地球，表面上他们声称要与人类和平相处，可实际上他们却暗中屠杀着反对他们的人类。身为 FBI 的艾莉无意卷入了这场杀戮，却因此发现自己7年的搭档也是潜伏的微星人。屠杀刚结束，微星人就派出飞船清理现场。幸存的艾莉拨打911请求援助，哪曾想这周围的通信早已被微星人拦截。转眼间，漂浮的金属球出现，开始追击他们，眼看他们就要命悬一线，但转角的视野盲区恰好救了艾莉和杰克。经历了这些以后，艾莉更加的惶恐不安。她总觉得曾经这些熟悉的面孔还隐藏着另一个身份，但她又无法逐一去核实，于是只能闭口不谈昨晚的事。不过同事的突然失踪却引来了上司的怀疑。通过搭档的警车，上司很快就找到了昨晚的事发地。艾莉怕说不清嫌疑，擦掉了车上自己的指纹，拿回了自己放在车里的配枪。她本以为这样就不会露出破绽，可此时上司已经开始怀疑她了。紧接着他就戳穿了艾莉的谎言。上司拿出了案发时艾莉拨打911的通话录音，这足以证明搭档失踪时艾莉就在现场。奇怪的是，这通报警电话不是被微星人截获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上司的手里呢？ Tell me that's not you. 与此同时，微星人逼问昨晚厮杀过后的漏网之鱼，企图获得其他人的信息，一举歼灭。看似普通的审讯台，却吓得对方胆战心惊。原来在他的身上放着一团毒蛇，而这些只有被审讯的人才能看到。更麻烦的是，被艾莉识破身份杀死的搭档并没有死，他被微星人带回了基地。